天父，阮的上帝，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伫主日的时引带阮，互阮甲你相见。阮要用学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互阮通开声学乐，求你的神感动阮，互阮看见主极大的仁爱。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路站。设使伫阮的生活中，阮所行若有得罪你的，我们伫你的面前，搁一遍悔改认罪，恳求主的恩典，搁一遍撤销阮的过失。阮通看见家己的无够额，愿意用疼心谦卑甲主同行。疼痛的主，求你听进入阮的内面，阮愿意互你来降服，用基督的心做心，甲身边的人相合做伙。求你帮助阮活出上帝囝儿尊贵的身份，用听的行为回应主的恩典，从人生中做些苦痛、甲纷争的恶果，对阮的人际关系中来除去，互阮通栽种承接福分的果子，互阮进入你互人重生的平安中。亲爱的主，过去一礼拜中间，阮的教会举行学几学校的活动，教会少年人付出因的时间甲青春，陪伴主日学甲社区的细囝，将福音的种子也伫囡仔的心中。阮将这些少年人甲种细囝交托伫你的手中，主恳求你，互因互主的疼来吸引。愿意亲近你，将你的话当作因人生的准绳，诚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因行伫平安、受祝福的道路顶面。最后说，阮感谢你，捌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互阮生命带来得救的愿望。但求你悠然赐了圣神保惠师伫阮的中间。对天顶来平安，带阮到每一天的日子中。教会，阮的教会内面肢体中，若有破病、软者的肢体，求主来医治；软心倒退的，求主看顾，加添力量互因；当兵出外的，有主的平安甲因伫地。这时，我们求圣神临到圣会中间，除去撒旦魔鬼的交叉。通过牧师的嘴来开拓你的道理，成做阮人生生活的帮助。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这时，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和合本是73页。台语汉语本是62页。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现着我来读。安息日已经过身，伯大尼的玛利亚、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甲撒罗米有买香料，要来抹耶稣。7日头一日真早，日拄啊出，因到梦。三甲讲，之罪啊，要替咱过迄块石离开梦门啊。夜幕就看见迄块石已经过开，因为是真大地。入梦看见一个少年人坐伫正边，穿白衫就戆影。少年人甲因讲，毋免戆影，恁是找顶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我。无伫遮，你看，伊埋葬的所在。当就去，甲伊的学生甲彼得讲，因事成恁去加利利，恁伫遐要看见伊，照伊所甲恁讲的。遮个妇人出去离开梦就走，因为袅袅喘戆影，也无甲人讲甚物，因为因真惊。这时要请学几学校所有小朋友，因要来赞美，赞美煞
牧师要来正道，今仔要正道的主题是毋免戆影。
叫做水手。我是安德烈，我是施洗约翰的学生。刚刚那一个啊是法利赛人，一群假冒伪善的人，觉得自己很高贵，然后用一堆规则来定定别人。哎，下一位。不行不行，我不能为这个人施洗。为什么啊？就帮他施洗吧，老师。就拜托帮我这个忙，这是所有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啊。好吧，看你这样要求。阿门。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老大，你看，刚刚那个人的头上有小鸟飞下来，哎。那不是小鸟，是小鸟，那是鸽子。安德烈，来帮忙一下，超夸张的，补了一整个晚上都不到雨。哦，彼得哥，你很好笑哎。老板又不在，你就偷懒一下嘛。我又不像你，有老板养你。我鱼生活的啦，生活不稳定，没鱼就没饭吃了。哎，彼得哥，你真的很好笑。那你没饭吃，你可以吃鱼啊。你不懂啦，不懂要教啊。彼得，这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人啊。不知道吗？对啊。你借我你的船吗？哦，好啊。我们把船跑到水深一点那个地方吧。哎呀，你太弱了，来。哎，老师，你过来帮我嘛。学长，你太多了，帮我一下。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来一二嘿。你们捕鱼的怎么那么好赚啊？这样咻咻咻咻一二黑一二黑的，2艘船就满了哎。我要考虑转职了啦。彼得，安德烈，来跟着我吧。老师，我愿意跟随你，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老师，我受残了。来，我看一下。安息日不是不能医病吗？哎，安息日不能医病啊！来，我问你们，关于安息日，你们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呢？是救人还是害人呢？赶快讲嘛！来，把手伸直。不是啊，他就手残，要怎么把手伸直？伸啊，有的就伸。回去吧，我老师可以把手残治好，也可以把人变手残。拜拜。水手，回去准备你的船，明天我们就要出航啦。我们先渡船到那里去吧。我先去旁边休息啊。团长，我们需要渡船到对岸去，可以帮我的忙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不好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这难道是暴风雨前的临近？糟糕，星星都不见了！什么星星不见了？全部的星星都不见了。
啊，你怎么了？怎么好像很不开心啊？明明我们都得救了。老实跟你说，我这辈子见过多少大风大浪，什么样的人，大概都看过。但唯独他，这个到底是谁？为什么连风跟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呢？天哪，我们到岸边了哎！哦，是啊，是陆地耶，我最喜欢陆地了。等一下，这里我记得，这不是葛拉森人的地盘吗？我记得这里最近有一个。哎呦，你们不用怕啦，你们难道没听过吗？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哎呦，失手，你快给我拿回来啦！哎呦，你们不用怕啦，这个疯子他被链子锁住了，很安全啦。不是疯子，他是葛拉森最近出没的鬼啊！鬼。啊，我跟你讲，不少人曾经想要用铁链手铐铐住他，都被他挣断了。他是被鬼附身的人，有鬼的力量，我们快走啊！放开他，起来，龙武林！闭嘴！打我们呢？我今天来就是要解救你这个人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大楚，因为很多的恶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大群，我命令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为什么？我不要。如果你要我要的话，我就想把这里所有的人给我收上去。这个人，你们觉得是我该听你的话，还是你们该听我的话呢？小小女，我们听，我们听，我们看。大群出来。他走了，消失了。快快快！还是你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哎，走吧。孩子啊，你不用急着跟我们一起，因为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吩咐给你哦。你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告诉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告诉他们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奇妙的神迹，并且帮我传扬福音，好吗？好，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传这个福音的。耶，我自由了！耶！那个，你们觉得他身上真的一只都没有了吗？我没看到老师哎，可是老师有跟我说，如果没有找到他的话，我们自己就先去甲板楼里面，那他自己过去。自己去？这里只有一艘船，他要怎么自己去啊？我看天色也是渐渐黑了，我们还是先出海好了，不然跟上次一样，太危险。不用怕啦，有老师在，怕
哼，上次我看他根本就是巧合。我这个人是不相信奇迹的。走，我们上船。老大，你又在看藏宝图哦？借我看一下。借你看一下，你看得懂吗？好，我知道，不懂要教。啊，好，这样吧，水手，明天开始我就教你念书。好，现在。有点累了，帮我看着啊。哎呀，好冷哦，又好暗，希望不要遇到寒冬2夜号啊。寒冬2夜号？什么是寒冬2夜号啊？我要听。你敢听吗？我当然敢啊。好，那我跟你讲，就是呢，从前有一个海盗，在地中海里面非常的出名。地中海？对，就是加利利海往西，前面直走，右转走到底，那就是地中海啦。那里比加利利海还要大几千倍呢。几千倍？听说呢，那里的海盗都非常的凶，其中呢，寒冬2夜号是地中海里面最有名、最可怕的海盗。没错，寒冬2夜号他会抢走所有的财宝，杀光所有人，连罗马帝国的人都不敢惹他们。那为什么你们说寒冬2夜号它不见了啊？冬夜船长。冬夜船长？对，没错，冬夜船长就像冬天的夜晚一般，冷酷无情、无声无息地夺人性命。但有一天，有一个无名英雄趁冬夜船长准备走私奴隶的时候，击败了冬夜船长。无名英雄？哇，牺牲自己打败邪恶船长，好帅啊！而且他跟我一样哎，我也没有名字哎。哼。什么无名英雄啊？人都死了，有什么用？对，听说冬夜船长没有死，是逃走了哦。哼，反正就是一些小孩子编的故事。是真的啦，我爸跟我说的。你有看过吗？有，我之前有看过罗马军队的军史记录，应该是真的。哼，反正就是一些胡说八道的事情。不是吧？难道说暴风雨又来了吗？哦，我们也太衰了吧！对啦。没事，大家先不要慌，快点用力划船。我们不知道会被吹去哪。是冬夜船长的鬼魂啊！不要乱说。没事啊，大家。哎，那只是。有一个人从海面上走过来而已啦。从海面上走过来？对。鬼啊！是我啦，不要怕，放弃哇，老师，你太帅了吧！等一下，一个人从水面上这样走过来，用走的，你们怎么这么冷静啊？哎呀，水手。这些神奇的事情看太多了，你就会习惯的，习惯就好。看，我们到岸上了，谢谢你们，现在也晚了，那我先回去了。哦，好。等一下，先生，我有事情要问你。上次我们这群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格拉森，真的就只是为了救那个被鬼附身的人吗？你知道？我们可能所有人都会在海上丧命，这可是好几条人命。因为那个人需要我啊，他在我的拯救计划之内，而且其实你也在我的拯救计划之内哦。哼，救人可以，但是要牺牲我自己生命的情况下，我可不能接受。
下次要拿我的生命开玩笑之前，请你先告诉我。好，我会先告诉你。老大，你不要不开心啦，反正我们现在也平安无事啊。水手跟你说，这群人做事情跟葛拉森的鬼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做事都太疯狂了，风险太高了，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路人。走。可是，哎呦，少啰嗦，你听我就对了。哦，乖。跟你说，这个老师他有问题。有问题？你看他为什么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呢？因为他很瘦，他能浮在水面上。孩子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你跟着我也10几年了吧？你怎么还可以那么笨啊？我告诉你，他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凭空变出一大堆食物，现在还能够赶鬼，这只说明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用你的脑袋好好想一下。哎，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听我的呢？哦，因为你是我的老大啊。对呀，那鬼为什么要听老师的呢？因为老师是鬼的老大。哦，我的天哪！没错，老师他可能就是个大魔鬼。大魔鬼？那我要赶快去警告安德烈和彼得他们。来，等一下，先回来。我看呐，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暂时是不会有什么危险呐。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更要紧的事？没有错。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从黑市买来的藏宝图啊。没有错。哇，经过这几天的研究，我已经大概找出宝藏的位置了。宝藏？哦，好，老大，我跟你走。各位，我有事要回耶路撒冷趟，再会了，告辞。等，乔瑟夫，我来。怎么发生什么事吗？你来的刚刚好，我们刚好需要一个熟悉耶路撒冷地形的人来帮忙，我们要去寻宝。寻宝？哦。船长，等，你不要乱说啦，他是老大。老大，在地中海恶名昭彰的海盗，竟然跑来加利利海这个小湖跑船。海盗？什么海盗？老大，他在说什么？他又是谁啊？他们可是罗马帝国的海军啊！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啊，东叶船长？东叶船长？那个传说中的寒冬2叶号里面的东叶船长？没有错，我就是东叶船长。等，为什么这位军官可以直接指认你啊？他不过是个无耻之人。无耻之人？哼！你这样说你的副船长也太让人伤心了吧？副船长，再等一下，我才是副船长啊！你是副船长？我呸！哪来的小屁孩啊！我告诉你，我以前可是寒冬2叶号的副船长，现在可是罗马帝国海军的队长。哼！你不过就是个叛徒。叛徒？要不是当初你背叛我们，我会投靠罗马帝国吗？哼，算了，江湖的事我就不要再过问了。你不过问，罗马帝国可不这么想。你要知道，你的弟兄们都还在地牢里面了。什么？他们怎么会在地牢？因为他们傻傻的认为你会回去救他们。这群笨蛋！他们一直相信你会回去带领他们。
要是1个月内你没有出现，你的弟兄们也活不久了。撤退！你居然丢下你的手下，难怪别人不喜欢你叫他船长。你还说彼得他们跟错人，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那魔鬼。任何人都能这样说我，就你不可以。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是你捡来的，我的地位就比较低下吗？你知道，你从醒来开始就在花我的钱吗？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穿我的，你身上那些衣服还是我帮你买的。有事没事就给我翘班摸鱼、偷懒、滑手机，你这样子，我还要付你薪水。你现在还要离开我吗？等一下，好，水手，你不是很想要放假吗？好，我放你1个月的假，1个月后，我来这里等你。不要等我了，船长。依我看，藏宝图上面的宝藏埋藏地点，应该就在前面的洞窟里。小这风，我们也找很久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好了，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看你闷着。东叶船长，不，东叶老大，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哎，随便啦。称呼这种东西，我早就不在乎了。现在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船夫罢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你来头不小了，你的能力怎么看都不像一般的船夫。真巧。其实啊，我也怀疑你很久了。你应该不是普通的有钱人吧？说说看。依照你的知识，而且还需要经常往返耶路撒冷来看，你应该在当地的犹太公会里面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因为这样，你只敢偷偷摸摸地当个基督徒，不敢表态公开。很好，看来大家都是明白人，那我就有话直说吧。宝藏就在前方了，而你却迟迟不想打开那个宝藏。水手离开后，你就闷闷不乐的，或许他可能是你的亲生儿子。你真的认为我会把希望寄托在一张从黑市买来的藏宝图上吗？现在宝藏的真相就在眼前了，只可惜我最想分享的人已经不在身旁了。也许这趟旅程也有特殊的意义，也说不定。可能吧，也许这都是天意。我们去一探究竟吧。走。看来宝藏也都被搬光了吧？到头来，我的人生就跟这个洞窟一样，努力了那么久，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个洞穴还不如拿来埋死人算了。等等，你刚刚说什么？一场空？不对，下一句。埋死人？好像不错哎，你
看，我是从以利马泰来的，一直没有找到安葬家族的坟墓。或许我可以把这坟墓买下来。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把这个洞穴买下来当做坟墓吗？怎么不行吗？尼哥，我们努力了这么久，到头来只找到一个死人坟墓啊！既然人生和宝藏一样都是一场空，不如到我家里坐坐，我们好好聊聊吧。哎，这个主意听起来不赖哦，请。请。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受死，病死在十字架上，使徒们四处逃窜。彼得，我们要跑去哪里啊？我们回家利益还好了。只能一拼的。再嚣张啊！捕鱼的时候到了，哈哈！今天我就要把耶稣的门徒一网打尽。什么得人如得鱼，现在倒是来看看谁是鱼，谁是网子啊！哈哈！你别过来！哈哈哈！嘿，阿丹法利赛人，我是水行侠。快抓住水行侠！快快啊！快吧！快啊！我一直相信老师他是救世主。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他，因为他实在是好的不可思议。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只要是好事，到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现在却死了。唉，他是个好人，就算是死，也不该是这种死法。唉，到头来，这个世界还是跟我当初当海盗时一样，没有正义，只有弱肉强食。哎，你还记得当初那个山洞吗？或许我可以好好请求总督，把耶稣的尸体领到这里，好好的安葬他。可是，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你如果去拿耶稣的尸体的话，我看你会惹上不小的麻烦啊。你还记得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吗？那些不可能却发生的事。我一直不认为牺牲性命去拯救另外一条性命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天国就好像埋在地底下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把这地买下来。看来，我觉得我会找到我自己的宝藏。我决定不要躲躲藏藏了。马瑟夫，你别冲动。距离日落只剩下2-3个小时，我时间也不多了。这山洞或许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耶稣他在我心，不管耶稣是不是救世主，他在我心中都是最伟大的一位。他会带来这个地方，他会让这个地方十分的伟大，而我也将被神纪念。这将会是我人生中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了。乔瑟夫，好鼓气，
乔瑟夫，或者我该称呼你为以利马太的约瑟。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好，就算是上刀山，我会陪你去。以利马太的约瑟从本丢比拉多手中领了耶稣的尸体，用布缠了，放在洞中，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水手、春风、少年号，他们今天有在等我们呢。快，他们要追上来了！快点，快点！乔瑟夫，你说的对，我也受过躲躲藏藏了。等等，老大，你要做什么？听我说，你们绝对逃不过罗马军队的速度。孩子，我很高兴，你又正直又善良。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等等，我一早醒来你们就在花你的钱，我吃你的、喝你的、睡你的、用你的，我身上这些衣服还是你买的，我还平常还偷懒滑手机，你现在要走，不行，我不准。孩子，你冷静听我说，你的名字叫做春风。我有名字，没有错。当初击败我的人，那个无名英雄就是你的老爸。无名英雄，以后你可以大声的跟别人说，你的老爸是个英雄。现在你以后就活在光明之中吧。无名英雄真的是我爸爸。对，当初杀死你老爸的就是我，所以我现在跟你两不相欠了。快走！等等，我还想要知道更多。在那边，抓住他！走！等等，追那些人有什么用？还是东叶船长人头比较值钱吧？快！
风，他应该知道的事情，但是别跟他说真相。还有，尽量把我说的帅一点。你怎么会在这？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些以前的事。东叶船长，他……你放心，这艘船是我的就是我的家，我会好好照顾它和我自己的。那我想，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虽然东叶船长他杀了我的父亲，无名英雄，但是最后他牺牲了自己，拯救了我们所有人，他也是我的英雄。说的什么傻话？团长，对不起，我要说出真相了。你爸他本来就是个英雄。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无名英雄。在你出生的那一天，寒冬2夜号劫了一艘商船，本来以为会有满满的宝藏，谁知道打开船舱，却有一堆被奸商骗来的奴隶。那些奴隶以为是你老爸救了他，但你老爸不敢承认，所以这件事才会流传出去。可恶！那个老头又骗我。你爸他叫冬叶，他说他是冬天最后的夜晚，等待春天的风，所以你的名字叫做春风，你就是希望的象征。哎，这艘船以前它叫做春风少年号，怎么现在改名字了？没错，他现在叫做春风英雄号，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英雄。春风英雄号，好名字。果然，儿子跟老爸都是一块料。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直有缺陷，现在知道有个爱我的父亲，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整了。但是从今以后，又有谁能与我航行呢？哎，安德烈，你怎么在这里？哎，不是我一个人哦，你看。你不是死了？哎，不对哦。春风，你怎么看到老师复活了，还那么冷静？你应该会说，啊，鬼啊！哎，对啊。拜托，神奇的事情看多了，你很快就会习惯了。才怪！耶，你真的复活了！春风，你的春风雄号可以借我们搭一程吗？当然，那么我们要去哪里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吧。遵命，船长。来，你们去先。
者后面偷偷看因的演技，我看甲流目屎。你有这感动无？有好看无？啊，一解花声互因好无？在这个剧中的结尾，所有人都逃跑躲起来了，但是有2个重要的人物被抓拿了起来，一个就是刚刚的东叶船长，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也插翅难逃，坐以待毙。但是另外一位人物老师，也就是主耶稣，他早就被叛徒出卖，被有心人士诬告，最后被处以极刑，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死了。他们的故事好像演到这边就结束了，而这样子的结局好像让人觉得心里面有点别扭，有点遗憾。难道结局不能再更欢乐、更圆满一点吗？所有人都得救，难道不能这样子吗？其实有的，结局是欢乐的，结局是圆满的。在我们每一个礼拜日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庆祝这个圆满、欢乐的一个结局。因为原本这位老师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刚刚剧中的乔瑟夫也确实用他买的这个洞穴埋葬了他。但是这位老师耶稣3天之后怎么了？再说一次，3天之后怎么样？没有错，这位老师复活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人物？在生前，他又可以医病赶鬼，胜过大自然的一切。而他复活之后，居然还去找了他的门徒40天之久，并且最后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升天了。我想这位老师，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我们再清楚不过了。那耶稣他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他更是全人类的救主。而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主日在这边做礼拜，其实就是在庆祝主耶稣的复活。阿们。我每次做礼拜就是在庆祝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全人类。但是在刚刚的剧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耶稣不是复活了吗？他可不可以去救这位这个船长叫什么名字？东叶船长，他可不可以去救他？可以嘛，对不对？他复活很有能力，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出现。我们回想看看，耶稣是为了什么事情甘愿被抓拿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事情？来跟旁边人说，为了救你，为了救我，为了救所有的人。耶稣是为了救你、救我、救所有的人而牺牲自己。那在刚刚的剧中，为什么这位东叶船长他甘愿被抓？为什么？他为了要救谁？救他的部下，救他的儿子，救彼得以及安德烈他们。他牺牲自己，让这些罗马兵丁来抓拿。这位东叶船长，他是从一开始最反对、最不认同耶稣的人。他一开始很不认同耶稣，但是到最后，他的行动跟思想反而比这些门徒更接近耶稣，更像耶稣。耶稣他曾经用这个宝藏来比喻天国。耶稣怎么讲呢？他说天国就好比财宝在田里面，有人发现了就把它掩盖起来，然后很高兴的把自己所有的都变卖了，去购买那个田地。这个东叶船长带着水手四处去寻宝，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他跟耶稣见面的那一刻，他的宝藏就在他的面前了。因为这位老师耶稣就是他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宝藏。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在21世纪的现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对不对？也多多少少知道耶稣的故事，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还是在寻求、追求着其他的事物？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个宝藏，但是我们没有去珍惜，没有去把握。就像这位东叶船长一样，老师耶稣就在他的面前了，但是他曾经没有好好把握去珍惜过。除了耶稣是他的宝藏以外，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春风什么样？少年。为什么后面加一个少年？就是叫春风啦。他是一位水手，对不对？他的宝贝儿子水手春风也是他的宝藏。来，各位水手跟牧师挥挥手。各位水手们，你们知道你们是谁的宝贝吗？来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宝贝。来。但是同时，你们也是谁的宝贝？对，没有错，你们在上帝眼中，你们是上帝的宝贝。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位姐妹，王淑蜜姐妹，她要来到我们的面前，在这边誓约洗礼，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上帝的宝贝，因为她已经找到这个世上最好的宝藏。等一下，我们一同来唱诗歌，来帮助他在上帝的面前来誓约洗礼，让他成为耶稣的水手，也就是基督徒。好不，今晚咱做伙献开圣诗，圣诗354首，圣诗354首，上是咱请着了做伙来斗帮忙，这个过典的这个部分。然后请淑蜜来到前面。我们请起立唱选手，来，淑蜜。要来一家宣布，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经说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给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而如今，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一样，要奉基督的名来受洗。今日我也要对你说，王书命，你必须深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耶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会成为你的罪得赦的记号以及印证，并且又表明你已经得着圣灵的重生，以及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这时，牧师要来这边跟你问答誓约。王书命，你是否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你相信吗？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个时刻。王书命，我用水给你受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全然得胜，又愿你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王书命，既然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上帝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阿们。会众请坐。这时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王树密是你所呼召，要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一位好榜样。他已经寻找到他在世上最好的宝藏，而他也在努力的追寻当中，他完成了这些受洗班的课程，并且非常踊跃、非常用心的来追寻主上帝你的真理。这时他已经在你及众人面前来誓约受洗，他已经服在你的名下，成为你的儿女跟门徒。也愿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可以在他追寻信仰的过程当中，协助他、引领他、指教他，使他的灵命可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主上帝，我将书命他前面的路程全然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书命向后转，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新的姐妹、新的会友。这时也请我们的小会员出来跟书命握手来接纳。好的。好，有没有要献花？更重要的是男朋友的献花。
谢谢，我们再次掌声。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圣餐式，请我们翻到圣诗369首，咱献归圣诗369首，超过阮的想象，咱坐咧吟，这点详细嘛，请咱长老来协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归向他的人，属于他的教会和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人所说恩典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心必得饱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们也跟旁边人说，愿基督的恩典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这时，我们也仿效主耶稣的榜样，在领受之前，一同来祷告。主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他成为我们的指引，他真的就像我们的船长一样，
引领着我们航向那未知的未来。但是主上帝，我们相信，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床上，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他会引领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他会保守看顾我们。主上帝，恳求你今天的圣礼点，照样透过这个饼跟杯，再次启示我们从你那里来的信息以及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将以下时间全仰望在你手中，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而破碎的。每逢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了你我而舍而破碎的。我每逢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请长老。弟兄姐妹，当我们拿到饼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回想，再次来思考主耶稣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他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们是否都听进去了？我们的所言、所行、所想，是不是常常先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看上帝如何教导我们？我们是常常按照自己的意识在说话行事，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当我们拿到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这样子来反省、来思想，我有没有好好顺服、聆听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而舍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是以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杯是新约，是以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请长老。再次的，当我们拿到杯的时候，我们一样来反思，一样来默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流他的宝血？他曾经在特西玛里园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将这苦杯挪走。”但是最后让人就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走向十字架，他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来流出宝血，担负我们的罪。这全是因为他的顺服。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有没有学习耶稣的榜样，顺服圣经，顺服上帝的话语，就像主耶稣一样，顺服主的旨意，走到最后，好不好？当我们拿到杯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宝血如此遮盖我们，难道不就是因为顺服我们得救吗？那我们自己顺服神了吗？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杯是新约，是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同来领受。我
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所赏赐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也彼此祝福说，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一同来感谢祷告。主上帝，谢谢你。若不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在无法面对这个充满诱惑、试探的世界。若不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无法听到福音，我们无法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若不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所赐下的宝贵是圣灵来运行感动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主上帝，谢谢你，借着这一次的圣礼，我们通过饼跟杯，再一次得到提醒，再一次在默想当中得到反思。求主上帝，今天我们在礼拜当中所得着的亮光启示，真的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常常荣神益人，好荣耀主上帝你的名。我们这样的向你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圣礼点就到这里。好，这点咱要来举行奉献，咱要来举行奉献。咱请柯明伟甲傅奇欢执事来做书献。假如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与礼拜的弟兄姐妹，你还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你可以不用奉献，没有关系。但是接着今天礼拜，你的心如果有感动，你愿意献上你的奉献，我们也欢迎你。
报告的大声，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一遍。免戆影，我知恁伫找，互人顶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我无伫遮。马可福音16章16节，请。免惊，我知恁伫找，互人顶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我无伫遮。马可福音16章16节。免惊，我知恁咧找，互人顶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我无伫遮。马可福音16章16节。是来报告。第一页是后礼拜会请服侍人员注意服侍的时间。周间的聚会第二页，主日学的课程也是第二页。咱看第三页是小组聚会的时间，请就近伫你的所在小组的所在来聚会。第四页是奉献的明细，然后登台的所在请甲咱办公室也是两级来更正。教师报告今仔日是学贵学校成果的呈现下面的时间，咱要请这学贵学校所有老师甲小朋友来呈现。第一个部分是影片的欣赏老师的大会舞甲营长的分享上尾有主日学校长的介绍。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互学贵学校这老师。准备好了吗，学长们？是的，队长。开酒干喽！是的，队长。节目出发。航向生命的道路。身体长啊，腰细长啊，左慢快，右慢快，车慢快啊，别离我。大家好，我是川注意啊，我是千里里，跟你的眼睛看在这里，你们的活力无人能敌，有头脑，有朝气，你们是我的第一自动声音。勇敢的海巡，坚强的海巡，无敌的海巡。大家好，我是海巡部，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食物。赵伟晴，然后也是今年的营长。我是怡婷部长。然后没有不痛啊，或者跌倒。我
所有的老师准备跳舞吼。小朋友请坐好哦，老师在跳大会舞哦。所有活动上都是很顺利的，就是也没有可能拖延，就是有遇到一些太大的状况发生。然后我们这次夏季学校因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形式，所以在做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然后也很感谢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带导，然后还有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协助。然后也很谢谢办公室那边，就是
6楼办公室，然后到他们给予我们的很大的帮助及协助，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次的营会。那这次的营会不敢说有多好，但是看见小朋友的笑容，这个肯定是对我们而言最大的鼓励。然后因为我们有写回馈单，然后小朋友给我们回馈也都是说觉得很好玩，然后下次一定还要再来。那对于我们而言，这就是我们一个撒种之后播种下来的一个小小的成果，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这段期间对于给予我们的所有协助，谢谢。再来要请这边当然来介绍主席。大家平安。我要说国语，因为有小朋友在，可能在场也有一些家长台语大概在听力上面可能也是比较有一点点困难。我用国语的方式欢迎大家，欢迎小朋友，也欢迎我们的家
报告。礼拜结束了后，咱邀请下几学校的家长、甲小朋友，咱到九楼的所在参加来用餐。7月份的地轨的中级长老是林漳州长老，接书是张春燕执事甲李正义执事。咱今仔日咱第一场举行，第一场、第二场拢有举行圣餐式，第二场特别阁有一个洗礼式。下晡1点伫701室要召开7月份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出席。中执会结束煞，伫701要召开关怀部的部会，请关怀部部员出席。后礼拜7月14是新竹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咱要欢迎李志胜牧师来咱教会请安分享，请兄弟为大专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后礼拜1点半伫701室要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2019年10月初6，咱要召开临时的好会。咱伫今仔日，咱有公告会友的名单，请会友到4楼的公报栏来看。若有问题，请甲办公室来联络。7月2，咱要公告中级的有选的名单。另外几项的报告就是，请会友唔通将即个车停伫个警卫室头前迄个斜坡袂安全的所在并且最近有要开单所以甲大家通知，莫停喺遐，免得受罚。另外需要借花器的会友，请往办公室来登记。2019年学期制的团契首长当选名单以下主席2的校长张国军执事，学青团契是陈应璇同学，少年团契是潘培宇同学。7月到9月份新安宫已经来欢迎会友到迄个6楼办公室来所处教界消息，2019年桃园得胜者志工的训练会的课程请兄弟来家己看另外是平安7月节音乐会报名已经开始咱希望兄弟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这个平安7月节的音乐会见证新人的平安。迄个时间是伫8月24拜六暗时7点半来开始，7点就会使开始入场。地点是艺文展演中心今年的演出单位是福尔摩沙合唱团、拉拉山精灵合唱团票价是200块，咱教会要补助一半所以收100块向这个办公室来购买售完为止。其他消息部分合作社要伫今仔中昼12点701召开合作社的理干事会，请理干事来参与。下面的时间咱要来举行庆生会咱请迄个关怀部的部长浩杰部长。咱迄个庆生的名单潘瑞琼、李延慧、李素慧、吴周慧珠、李周雪梅、陈正清、罗中仁、刘廷圭、郑美文、陈正燕、陈素妍、许荣昌、罗恩宏、戴怡卫、吕昭士、陈佩玲、陈文荣、陈玉锦、赖建成、吴慧玲、蔡锦之、刘先觉、洪信燕、吴文仁、王怡礼、洪小军、陈玉豪、周博轩、李秋蕊、姚佑云、樊志军、陈鹏鑫、李卓月妹。生日快乐，耶稣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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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感到有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请来到头前，咱大家甲你祝福。生日快乐，耶稣听你！生日快乐，耶稣听你！
生日快乐，我来祝福。不是很喜欢有人抢我风头，咱做来做祝福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这个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会当伫主日的礼拜中间一只庆祝，就表明讲伊一定得到上好的福分甲恩典，就是福音。主上帝，阮感谢你。会当互因一世间听着福音，成做基督的门徒，成做你的囝儿，一定得到世间上好的。也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因，伫庆祝的中间，嘛将一切感谢、甲恩典以及荣光归互主上帝。也愿因的欢喜快乐，嘛会当分享，互因四周围的人。愿主上帝继续引带保守这个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互因信仰的路程，都有主上帝你的保守看顾，甲因送甲地地。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大家祝福讲，祝你生日快乐。这时下面请牧师来报告介绍新的朋友。牧师直接来即个介绍以及做补充的即个报告吼。伫咱中间有第个来到咱中间的陈廷芳弟兄，这后壁。当时即个蔡主文牧师嘛有一个中间，蔡主文牧师嘛是即个中间。欢迎你啦，谢谢。等下请老婆做伙来热闹，需要爱餐。好，咱这点咱嘛，甲咱现场的这个家长来宾，咱来把火来欢迎，好无？我们欢迎这些来宾，这些家长。我们也开展欢迎我们这些社区小朋友，好不好？等一下也期待我们一同倒酒，来认识我们家长及小朋友，一同用餐，一同欢喜。以上在这边做补充的报告。上营，咱来吟上营路要变的诗，圣诗395首。至圣天父，我感谢你。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实的相通引带，甲咱三个弟弟，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杆别倒。这时，咱们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耶稣听你。